翻嚟新聞時間，上海世博會第4日開放係首個非指定參觀日，咁即係門票冇列明日期都可以入場㗎。潘慧琳話：今日秩序點啊？嗱，今朝咧派預約飛嘅秩序係好咗好多㗎。咁當局派咗10個保安保護一個派飛嘅保安。咁大約15分鐘咧就啲飛派晒之後咧，啲保安咧就急急腳列隊步操走咗啦。咁想搶飛嘅民眾咧根本就無從入手。另外亞洲電視採訪隊嘅攝影機被志願者打爛嘅事件呢已經調解咗。咁志願者咧係願意賠償。喺中國館門外，朝早有大批遊客憑預約票入去。本港亞洲電視嘅採訪隊喺排隊嘅人龍入邊拍攝遊客進入中國館，有志願者要攝影師離開。快走！你快走，不要堵人！你等等，你不要堵人，不要堵人，不要堵人！你再堵人流，你不要再報道，你再堵人流，明白了嗎？快走，快走！哎，你明白了？我啲成部扭爛咗。混亂期間，亞視嘅攝影機被拍爛。採訪隊同志願者理論。為什麼你把它搞壞啊？你為什麼要把它要拉？你不要走啊！你不要走啊！他要走，我要不可以走。對，他不可以走。你不可以走啊！知道嗎？我不走。我們是財產來的。我不走，你們不要拉我。你在幹嘛？我剛才問你，你在幹嘛？什麼？亞視採訪隊批評志願者阻撓採訪。咁佢一放人嘅時候咧，就非常之混亂。咁作為即係我咧，就第一個時間反應咧，就加埋影啦，唔俾我哋喺度拍攝，即係有啲要我哋走咁樣。我至少叫了他5遍或者是6遍，但他還是沒有走。最後我再往他把他的那個機器往後撥了3次，他還是沒有走。他站在那個欄杆上，讓我盡量讓他往後走，他一直沒有走。最後我就拿他那個屏幕網把他往後拽，那就拽壞了。相關嘅人去到派出所協助調查，經調解之後，志願者願意賠償攝影機嘅維修費，同埋喺維修期間嘅租機費用。